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星匯網立場無關。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今晚嘅1月12號星期一晚上嘅7點59分。多謝大家收睇收聽，歡迎大家啦。咁今日呢，就有少少陰謀背後 feel 啊？點解呢？就係我會講下統一教。大家呢，如果有啲記性嘅話呢，都 feel 到呢，就係唔係 feel 到，係知道呢。我之前都講過統一教嘅，但係呢，越掘就越深，所以呢，我急不及待呢。直頭呢係唔想喺陰謀背後講啊！直頭喺我午夜蘇度講。點解呢？呢一個呢，原來呢係同政治啦政治係關於一啲嘅錢啦，關於嘅權力啦，關於地緣政治啦，關於國家嘅關係啦等等。原來發覺到統一教呢係咁厲害嘅。OK， 咁當然啦，我亦都會講高市早苗啦，係嘛？點解會咁大言不慚咁樣啦？佢講就係話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噶嘛。當然梗係觸及到我哋嘅祖國嘅即係神經啦、底線啦等等。咁所以今晚呢，好多嘢可以講。咁當然我會包括講下伊朗啦，係嘛？大家知道伊朗就升級示威啦。咁之後就背後亦都會唔會係有美國搞鬼呢？咁今晚同大家一日去分析下啦，咁樣同打招呼先。魚蛋呢亮亮、陳志新先生你好 ，Gary 你好啊，咁2set 啦 ，Yan Kwok Steven 你好啊 ，Joanne Hello，Peter Tang 隊長 KCL 邊度都有外星人咁犀利嘅，點解你唔改邊度都有陰謀嘅？咁志明哥你好啊 ，Sandy 你好。Sally 高達 Hello Amy 嘉怡春聲豬阿貓狗 Bernard How are you？ 好啦，咁今晚呢，不如我哋講下伊朗先呢，一陣間先講下我哋香港啦。咁香港都有好多嘢講嘅，其實基本上咁我哋不如講下伊朗先啦。咁大家知道啦，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就公然咁樣就係去咗人哋嘅國家，就拉咗人哋嘅總統，就拉翻去美國受審。咁當然都令到世界譁然啦。Hello 簡生 ，Hello Leo，Hello 華英雄 Dominic 你好 ，Hello Joe 你好啊 ，JM Chang Chang，Everyone， 大家都咁精神奕奕啊，大家都好精神啊嚇。今晚呢，我就會講下格陵蘭事件先，之後先至慢慢去講。因為好多人呢，頭先喺 Facebook 留言呢都話呢，今晚一定要睇，想知道統一教呢點樣去控制日本政壇啊。自民黨大家知道，其實佢哋都即係原來發覺到即係呢一個統一教呢都控制咗好大部分200幾人控制咗。當然有錢使得鬼推磨啦，係嘛？亦都講下安倍晉三點解會被刺殺啦，係嘛？暗殺啦咁樣，原來都係關統一教事嘅。咁呢個呢，我之前好似陰謀背後都有 come across 過，但係今晚呢，我會比較上係特別去深入去探討統一教嗰個嘅來由啊，佢點樣去滲透啊，各樣嘢啊咁。所以大家記住 share 啦，唔使講啦。未 subscribe 我哋星匯網嘅 YouTube channel 嘅，咁subscribe 啦，係嘛？like 啦，唔使講噶啦，係咪？好啦，咁呢，呢一個呢，就係我哋今晚呢，我想開頭俾大家嘅頭盤先，好唔好啊？個頭盤就係講緊伊朗啊嚇。有啲擔心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呢，大家知道呢，伊朗呢個局勢升級嘅話呢，亦都造成好多嘅傷亡啦。大家知道伊朗因為嗰個物價高漲啦，係嘛？然後之後就
人民嘅生活就苦不堪言啦。咁啊個貨幣又貶值啦，等等好多事嘅。大家知道每一個國家一定有自己嘅一個問題出現嘅。但係今次點解會爆發一個咁大規模嘅示威嘅話呢？咁啊出邊坊間都有講啦，就係話喂，會唔會係又係推手啊？咁嗱，大家知道呢，美國點解要去呢一個嘅去攞咗呢一個嘅委內瑞拉總統先啦？咁因為大家知道佢有黃金啦，有石油啦，亦都係用咗一個嘅藉口，就係因為打擊毒販啊，所以咧就開始咧就慢慢進行一個美國嘅侵略嘅行為。咁呢個侵略行為咧，亦都甚至乎誇張到係攞埋人哋嘅總統走喺佢哋美國當地受審添。咁呢一個絕對係好誇張嘅事嚟嘅。咁呢度講啦嚇，就係話咧。即係歐盟啊，其實而家你都知道咧，歐洲國家咧同美國咧開始有啲背道而馳啊嚇，背道而馳係講緊咧係佢未必會跟住美國嘅大方向走啊。OK 啊，阿媽話好啊，會講下格陵蘭同伊朗。咁啊，大家見到啦嚇，英國、法國、德國譴責暴力嘅鎮壓，特朗普再威脅，佢話有機會會武力介入。嗱，呢個大家知咧，背後伊朗其實都係喺伊朗，大家知道係中國嘅盟友啦，呢個大家都好清楚啦。但係個主要呢個重點唔係呢樣嘢。當然啦，美國都係去打擊我哋中國嘅盟友嘅啦。原來發覺到啊，呢個嘅伊朗嘅石油嘅即係呢，原來發覺到呢係嗰個嘅以探明石油嘅儲存量，即係講緊呢，你知道而家好多嘅新聞都有講啦。我哋中國都有好多又發現到新嘅地方有石油啊等等。原來全球排第4嘅，佢嘅出產呢係講緊一年呢係1556億桶啊，係低過加拿大、沙特同委內瑞拉，係全球第4嘅。OK， 咁即係全球呢。如果係嗰個產量啊，每日啊呢度我都幾誇張嚇，每日啊係400幾萬桶，一日400幾萬桶，係佔全球嘅產量呢5.2%，都好勁啊，犀利啊！原油出口量呢就受制裁啦，呢個大家知㗎啦咁樣。咁頭先我講過，呢個係因為係最主要呢供給俾我哋中國嘅石油呢係伊朗嘅。咁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受打擊嘅呢？咁當然有一部分啦，但係主要呢，即係個重點呢，個主要個重點呢，就唔係因為佢係中國嘅盟友，係最主要呢，就係其實呢，美國一路呢都係睇伊朗唔順眼㗎啦，只不過呢係冇一個咁嘅機會俾佢入手嘅啫。但係今時今日呢，我自己覺得啊，個人覺得呢，就係反正都嚼咗委內瑞拉啦，唔爭再嚼埋你嘅伊朗啦。嗱，你要睇到呢，而家呢。我上個星期都有講啦，叫趕狗入窮巷啊！即係而家呢，美國係窮到窿㗎啦，真係唔係講笑啊！尤其是美元嘅地位岌岌可危。你要睇到金價、黃金，阿陳志新喺度，我知道。陳志新一路睇電視，可能一路喺度笑啊！點解呢？因為今日已經又掂到一個嘅新高啊，就係4600美元一盎司啊！應該而家如無意外仲升緊，我睇睇先啊。都係差唔多，OK。而家跌翻少少就係4584.4，咁都係差唔多去到4600啦咁樣。咁喺呢個情況之下點解呢？因為伊朗嘅問題啦，係嘛？咁當然係委內瑞拉嘅問題啦。嗱，俄烏就攤冷咗少少，以巴戰爭又攤冷咗少少。但係今次呢，我要見到一啲熱錢要避險呢。所以咧，尤其是頭先我都講過咧，美元咧嗰個即係嗰個地位岌岌可危，因為其實我好多集都有講過呢樣嘢啦。咁投資者咧對一啲美國嘅金融產品咧開始慢慢失去信心啊，所以啲錢喺度噶嘛，咁我點避險咧？咁通通當然梗係走入去呢一個嘅黃金嘅市場啦。咁喺我見到而家黃金嘅 ETF 都係升緊嘅，咁所以咧你要睇到尤其是而家全球環球嘅經濟嘅問題啦、地緣政治啦、戰爭等等嘅話咧，好多嘅熱錢咧都流向黃金嘅。講翻呢一度先，咁而家嘅情況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啦，好大機會咧美國有機會會出兵
呢一個伊朗嘅，因為佢就係借咗因為伊朗局勢嗱，伊朗自己就係受控嘅嗱，要聽住，要小心聽住，新聞都有講嘅，伊朗政府就係冇問題。受控噶啦，反對嘅人呢已經受控啦，等等。但係呢，即係你知道呢，伊朗之前呢，好似上個星期呢，係 Shita 你好啊，Hello Derek 哥哥，Hello Carlson，Hello SF，Hello Doggy Momo，你好你好，大家好，Olivia 你好。咁所以呢，你要睇到呢，佢上個星期呢，伊朗呢係做咗一個所謂嘅封鎖，咩封鎖？唔係經濟封鎖啊，係講緊網絡封鎖啊。好多人呢都基本上呢都拍唔到。或者做唔到直播，究竟喺伊朗是什麼回事？咁但係咧新聞都有講咧，而家伊朗咧佢哋當地政府就話咧已經受控啦，OK 已經受控啦。咁所以咧唔需要大家擔心，甚至乎唔需要美國要借嗱，你知美國永遠都係借啲藉口啊，借道義啊咁樣咧就係出兵啊嘛。咁而家佢話受控，究竟係咪受控咧？未知。因為而家啲消息咧斷斷續續，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一啲嘅主流傳媒嘅新聞咧，都係講緊幾日前嘅事嚟嘅啫。咁所以今次咧，今時今日咧，我自己覺得美國咧會係幾 aggressive 嘅，因為第一冇錢，第二你要見到咧佢哋自己入邊都狗咬狗骨，例如特朗普今日都有講啦，有機會咧。就係刑事去調查或者刑事控訴呢一個鮑威爾聯儲局嘅主席，咁冇無奈嘅政治嘅因素係嘛？佢好想佢落台好耐㗎啦，係咪先？咁佢又都唔落台，咁啊，我記得幾個月後先落台嘅，佢唔知幾多，唔知3月、4月定5月啦，唔係好記得啦，所以唔同大家講啦，費事俾錯啲信息俾你哋。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呢，鮑威爾佢就話我清者自清啊，你咪查咯嗰樣嘢啦。所以你要見到呢，佢哋內憂外患嘅情況啦。頭先講過美元嘅衍生產品、美元嘅地位都基本上岌岌可危。所以呢，好多時呢，有一啲嘅專家都有講嘅，2026呢其實係一個幾難嘅一年嚟嘅，尤其是呢金融動盪啦，有啲直頭呢預計呢2026年嘅美國嘅股市啊會跌一半添啊！咁究竟係咪呢？咁當然我都冇水晶球啦。咁我覺得呢嗰個嘅機會率係唔細嘅，我只係講機會率唔細啫，但係唔係話100%咁樣。咁呢度大家睇到啦因為呢一個呢，其實伊朗呢係排第4嘅，好誇張啊咁所以呢，我都咁講噶啦，你唔好俾美國去打印度成條恒河喺度係嘛，都唔會啦係嘛，5月落台係嘛，多謝你 SF， 因為佢嘅 contract 呢就係5月嘅，咁當然 Donald Trump 梗係攝佢自己人上去，梗係過癮啦，係咪先？因為佢一路都係視鮑威爾為一個眼中釘嘅係嘛，因為點解呢？因為美國國債嘅問題，所以呢。其實 Donald Trump 都召喚咗佢幾次去白宮咧，去傾偈嘅，OK？咁但係鮑威爾咧一直都唔減息，因為減息嘅話點咧？因為減息嘅話咧，就令到美國嘅國債咧嗰個負擔冇咁大。但係一減息嘅話咧，其實鮑威爾我覺得，如果我係佢咧，我都覺得唔會減息係最好嘅，因為你一減嘅話咧。雖然係美國國債嘅負擔冇咁大，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咧，其實啲熱錢就會流走㗎啦。一減息嘅話係嘛，咁有咩辦法啫？啱唔啱先？多謝你啊 Cat 啦 ，thank you，多謝。阿 Vernon 話台長好，我覺得老美國要出兵打伊朗未必咁易打得入。我都講過，因為佢有一個嘅唔係地下，講緊係海底水雷啊嘛，記唔記得 Vernon 我講過㗎。所以咧，其實我唔知佢會停軍艦喺波斯灣嗰啲附近啦，但係咧我就唔覺得佢係會全力好似委內瑞拉咁樣咧去擄走埋人哋嘅總統嘅。OK， 多謝你猜真係渣仔係咪？係啦，真係渣仔。OK， 好嗱，我哋講下呢樣嘢先，就係咧而家。除咗係呢一個嘅哇開始有熱啦嗱，我都 feel 到冇風㗎開始，唉真係呢個冷氣真係嚇死人真係。好啦，除咗係伊朗嗱，有人話古巴啦，頭先我見到有人講啦，佢話分析委內瑞拉、格陵蘭、加拿大
嗱，點解加拿大咧又重蹈覆轍啦？係嘛？咁啊，加拿大大家知啦嚇，咁咧就都一路都有講過嘅。其實 Donald Trump 咧一路講咩啊？一路都係講咧就係想加拿大成為美國嘅第51個州咁樣。OK，咁究竟係咪佢嘅願望咧？咁呢個佢 wish list 咧？咁啊，我覺得就唔係話真係咁盛行啊？點解啊？嗱，你都知啊，嗱，歸邊啦，係嘛？咁啊，加拿大就外訪啦，開始就係咁，當然唔係習主席見佢啦，係李強見佢啦。咁嗱，你要見到啲歸邊啊？你自己諗下嗰時孟晚舟事件，加拿大幫埋美國 cap 住孟晚舟一段時間，係嘛？呢啲即係擺明係啲契弟所謂。而家唔係啦，而家 Donald Trump 上場呢，想嚼埋你加拿大。你諗下佢嗰個嘅加拿大嗰個嘅咩個外訪嗰人叫咩名啊？我唔係好記得啊。Lisbon 幫我 check 下，因為我冇 cap 到加拿大咁樣啊。咁咧就陣間講下格陵蘭啦，呢個都幾好笑啊嚇！嗱，你要睇住，你要知道嘅一樣嘢咧，其實佢美國已經 quit 咗66個組織嚇，quit 咗即係已經係唔係佢成員噶啦。但係咧，北約成員國咧，佢都係一個 member 嚟嘅。OK，咁啊，Elvis 話你個有冇洗隔層膜？冇隔層膜，我都唔知有冇洗喎。有洗嘅應該，阿 Elizabeth 話有洗喎，是但啦。好啦，咁啊喺個情況下咧，咁啊頭先我講過歸邊啦，點啊係啦 OK，等我嚟睇下先。係啦，阿卡尼啊 OK，即係加拿大個總理，係咪都係加拿大總理搞㗎啦？係咪先？阿卡尼咧就係今個星期三啊，即係今個星期三起咧，就係外訪我哋嘅中國。OK，咁咧當然啦。你自己諗下，嗰時 cap 孟晚舟事件嘅話，中國同加拿大嗰個關係處於低谷啦。嗱，呢個世界好得意嘅，呢個世界圓嘅，真係講真，我時都咁講㗎啦。政治係永遠冇自己嘅，永遠冇敵人，亦都係冇永遠嘅朋友，只係有永遠嘅利益。咁呢個利益就係而家你會見到卡尼就係完美演繹呢件事啦，係嘛？如果 Donald Trump 唔係講話，我而家諗住加拿大係我51個州嘅話，你覺得卡尼會唔會訪華啦？梗係唔會啦，啱唔啱先？人哋，但係咧加拿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咧 ，they 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咩意思咧？其實佢最主要嘅出口國就係美國，所以今時今日而家咁嘅情況下嘅話咧，佢已經知道咧，依賴美國係唔係一個好出路嚟嘅。所以亦都令到係嘛 make 到咩 Maple syrup great again 啊嘛，係嘛？加拿大人士都而家講緊係着住件衫就係咩啊 make Maple syrup great again 係嘛？因為你知道加拿大最出名係咩蜜糖啊 OK， 咁所以咧蜂蜜啊嚇叫咩蜂糖啊叫蜂糖 OK Maple syrup 啊嘛 OK。所以咧，你要多謝你嘅 Ken 風。所以你要睇到咧，呢一件嘢咧，就係佢自己知死啦。嚟加拿大唔得啦，佢就話：如果我哋要全球化，而家我哋要去所謂嘅開源節流咁樣，開完啊，梗係第一時間，梗係探訪我哋祖國先啦，係咪先？咁但係唔係習近平見佢啊嚇，係李強見佢。咁啊 ，William 就話啦 ，William Alien， 阿 William 哥哥就係台長，點睇有傳美國喺委內瑞拉捉馬杜羅係咩啊？嗰陣用咗未知武器。嗱，我知道有呢單新聞嘅，但係咪 verify？你知道而家 AI 盛行嗰樣嘢啦 ，William 哥哥，佢呢個武器係點呢？佢個武器用聲波 ，OK？用聲波令到啲委內瑞拉嘅軍人咧七孔流血、爆肺、爆撞，係嘛？即係連個 pad， 即係我唔係講笑啊，連個 pad 都爆血咁樣嘅。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咪一個新型武器呢？嗱，而家我未即係點解我唔講呢？嗱，阿 William 哥哥提起我先講啦。我點解我唔想講住呢？因為我未 verify 到係咪真定假。
你哋知道我耶穌佬真係講真嘢㗎嘛？依家忽然之間有一兩個 article 講咗，而 which is 喺我口出嘅話呢，我就大件事啦，係嘛？假嘅原來，睇下台長啊，都冇 fact check 到嗰樣嘢。我睇過呢段新聞，William 哥哥係啱嘅，你講得，但係究竟係咪事實呢？唔知。但係我知道，即係嗰啲 article 講呢，就係有啲嘅新型武器 which is 新型武器呢，可以令到啲士兵呢，可以1秒鐘內呢係大量出血，定係內出血，定係點樣？係用聲波，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咁呢一個佢就話呢，喺呢場所謂嘅戰爭度呢，係用咗呢一個新型嘅武器啦，究竟係咪呢？不得而知，但係。咁講咪咁聽住先咯，係嘛？啱啱啊？即係我成日都係咁講咧，你咁叻，美國佬你咁叻，去捉咗人哋嘅總統馬杜羅，係嘛？今日黎智英提堂過，你咁叻，你又唔會過嚟去捉佢，係嘛？啱啱啊？即係呢啲嘢你要見到就係氣質同利益嘅問題。黎智英都用盡你啦，屌我關我卵事咩？特朗普就係講咗一句啫嘛，希望。係嘛？中國政府話香港政府放人啦，夠噶啦，即係冇噶啦。有啲咩啊？因為你黎智英係氣卒嚟噶嘛，係咪啊？用完即棄噶嘛，佢點會同你講任何嘢咧？咪傻雞雞，啱啱啊？但係你馬杜羅唔同喎，成個委內瑞拉佢而家 Donald Trump 話一個叫咩 acting president 喎 ，My goodness，OK，Agent M 話 Hello Adam must like。First, we'll watch tomorrow. OK, no problem. 聽日再睇重溫。所以你要睇到成件事就係，即係唔係咁啊嘛，大佬。你拉咗人哋嘅總統，你 Donald Trump 仲話自己係個 acting president of 委內瑞拉，你屌你到咩咪黐線嘅離晒譜。即係其實你基本上而家同賊冇分別嘅，即係你打唔過我咩？係嘛？誰惡誰正確啊嘛！我拳頭大咪就係我正確咯。而家個世界秩序原來係咁嘅喎，啱唔啱啊？點解佢唔喐我哋祖國啊？因為我哋硬啊嘛，係嘛？你試下喐我哋啊嗱，我唔嚼到你嘔啊嗱，係嘛？好簡單啫嘛。你去球場即係嗰時嗰啲咁嘅黑社會，恰都係恰嗰啲僆仔啦。你唔通去恰嗰啲牛高馬大嗰啲咩？係嘛？俾人嚼翻轉頭啦。美國而家就係咁。所以而家佢第一站就係委內瑞拉，第二站有機會就係伊朗，或者有機會頭先有人講過古巴、哥倫比亞，因為呢啲都係有資源嘅國家嚟嘅，尤其是佢打嘅更加近啦，南美啊嘛，大佬我唔使飛到你亞洲啊，你話你補給都有排你補係嘛？南美隔離街咁滯，係咪先？所以你要睇到呢一個侵略行為，就係踏入2026年嘅1月開始，美國已經開始實行呢樣嘢。頭先講過，第一站就係委內瑞拉，第二站可能係伊朗或者係哥倫比亞，甚至乎古巴。咁我講下格陵蘭啊嘛，呢個真係大件事咧。因為我都俾嗰啲即係俾一張即係地理嘅位置圖俾大家啦，係嘛？格陵蘭係一個好重要嘅軍事要塞。甚至乎你都知道係好近俄羅斯噶嘛，甚至乎佢有好豐富嘅資源啦。但係大家知道格陵蘭而家係丹麥嘅政府去管治嘅。佢而家講啦，Donald Trump 講話咩啊？即係好似派片咁啦，係嘛？即係嗱，你知道委內瑞拉點解？委內瑞拉點解會咁快捉到個政府啊？因為用咗5億啊，即係去。派片係嘛？收買佢啲bodyguard或者收買佢啲人先知道馬杜羅究竟幾時瞓啊？喺邊度啊？各樣嘢先咁容易啫。而家呢，就用翻同一個即係一個方法啦，就係每位格陵蘭嘅居民派10皮嘢美籠俾你，即係78萬，換同意變美國人喎，引發丹麥歐盟嘅強烈反對咁樣。嗱，呢一單嘢其實又當然梗係唔係咁簡單啦。嗱，第一個國家出嚟嘅就係西班牙，OK？ 西班牙第一個係譴責美國，係不能係即係唔可以忽視嘅一個問題，甚至乎譴責美國點解咁嘅霸凌行為？啱唔啱啊？你俾錢㗎嘛？點啫？喂，人哋 under 丹麥經
丹麥嘅政府噶嘛，係咪先？咁因為你係因為軍事要塞，因為就覺得世界要和平嚇，你哋講嘅啫係嘛？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守護呢樣嘢，所以我哋要攞埋格陵蘭咁樣。嗱，呢一啲嘅手段咧，你要見到咧就係即係軟硬兼備，硬嘅就好似委內瑞拉咁嚇，我特登係嘛嚼你政府，立埋你總統，即係你諗下喺歷史近代史啦嚇，喺呢50年啦嚇，我用50年嚟計啦，呢50至60年嘅近代史有冇一個國家咁離譜地係嘛？飛咗去人哋嘅國家，拉咗人哋嘅總統喺自己嘅地方受審，即係屌！係啊，啱啊，貓啊狗，仲話要擺個和平獎啊！你咪真係黐撚線嘅，真係呢個世界。唔係 anyway 啦，佢覺得啦嚇，阿貓啊狗，佢就覺得我咁樣做呢係為咗世界和平，因為佢有佢嗰啲道理呢係咩噶嘛？即係有啲記者都問佢：喂，如果你咁做嘅話呢，其實違反國際法嘅喎。咁佢自己又話啦，國際法由我而定啊嘛，我唔聽國際法嘅，因為係我哋 favor 我哋或者美國嘅人民啊嘛，佢一定係咁講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呢，你要睇到其實我都有講過好多 N 咁多次㗎啦。美國嘅立國唔係 George Washington，唔係第一屆總統。之前其實已經係侵佔咗印第嘅紅種人印第安人係啦，印第安人嘅領土而霸咗人哋，仲要殺咗佢一部分嘅人民，留住一部分，仲要話俾佢聽，唔係我哋，你哋死咗啦，你哋滅咗族啦咁樣。呢個大家都知。即係其實佢同英國佬冇分別。英國佬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間呢，佢哋嘅船隊好犀利啊嘛，我都講過東印度公司啦，呢個大家知㗎啦。其實一次世界大戰贏係贏在佢哋嘅海軍，英國啊講緊。二次世界大戰就唔使講啦，一定係贏喺盟軍同埋美軍手上啦，係咪？咁所以呢，歷史係俾一啲嘅借鏡俾我哋，歷史亦都俾一啲 reference 俾我哋，就係究竟成件事究竟係點樣行。而家今時今日，雖然佢覺得係為佢哋好，或者佢覺得係為世界好，其實大家知啲嘅霸凌行為、海盜行為或者係賊嘅行為嚟嘅，基本上。咁啊，當然呢一個標題就已經好明顯咁講啦，就係佢想去拿下格陵蘭。咁係咪真係咁易俾佢拿下呢？第一要經過丹麥先啦，經過人民嘅投票啦，甚至乎經過 NATO 或者係歐盟成員國。所以 that's why 其實你話最恐怖呢樣嘢呢，呢一個令到我都擔心嘅。今年嘅嗰個局勢一定會好動盪。佢就話呢，佢哋美國 Donald Trump 講嘅自己，佢哋美國唔排除動用武力。大家睇新聞都睇過啦，係嘛？佢話佢哋唔排除美國係動用武力。咁如果係咁嘅話，又打仗㗎咯喎！我睇下你美國開咗幾多條戰線，我睇下你勁唔勁，睇下究竟唔真係可唔可以 handle 到啊？係嘛？佢而家委內瑞拉已經講過㗎啦，3年至4年先至可以重建翻，甚至乎3年4年先至可以去 adopt 到一啲嘅石油嘅產品，因為美國嘅石油公司都好叫審慎樂觀地，究竟我會唔會開採呢？因為美國只係有輕油冇重油，而委內瑞拉最主要嘅話呢，就係生產重油，係貨軍用啊，或者係化妝品啊，啲零售嗰啲呢都有用石油產品嘅。咁佢用重油，所以 that's why 其實美國點解虎視眈眈就係咁解。但係呢，另一邊廂呢，其實美國嘅石油公司有講呢，佢哋都要需要3至5年嘅時間呢，先至開始有一個成果。即係話佢要做一啲 R&D 啊，要去攞啲 equipment 啊，要開採啊，時間㗎嘛。所以呢，起碼都要3至5年嘅時間。咁究竟睇下佢呢一個嘅如意算盤打唔打得響啊？我自己覺得，阿貓阿狗就話歐洲嗰邊對委內瑞拉嘅行為唔出聲，家陣水浸眼眉先出聲 double standard 一定㗎啦，係嘛？啱啊，國家自掃門前雪，大家見到而家美國做嘅嘢
永遠佢哋啲擦鞋仔都唔出聲㗎啦。你有冇見過日本啊、韓國出聲啊？係嘛？你有冇見過其他嘅印度都唔出聲啦？亞洲嗰邊係咪先？所以啱㗎。而家因為佢哋已經係損害緊歐盟或者 NATO 北約嘅利益，所以佢一定要出聲。而家你咁睇嘅話，成個版圖呢，我有少擔心嘅。嗱，我呢個我啲同事都唔 expect 我講少少啊。Queenie 今日上嚟呢，同佢食埋飯呢，我都同佢講過。我用第二個，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嚇？OK？當然我哋祖國嘅而家軍事實力係好強啦，係咪？但係如果而家嗱，你要見到我哋嘅之前打幾年嘅俄烏戰爭啦、以巴戰爭啦，而家今時今日嘅有機會出現喺伊朗啦、委內瑞拉已經俾美國已經所謂叫做控制緊啦嗰樣嘢啦。我想 flow 一條問題俾大家，大家可唔可以踴躍啲打幾個字好嘛？嗱，我唔 suppose 係今日講，我啲同事都所有冇圖㗎嚇。嗱，呢個我哋嘅今日嘅主題晏啲講 OK。我忽發奇想，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嗱，而家就係委內瑞拉 OK 嗱，咁大家知道其實中國喺委內瑞拉嘅投資係超過300億美元嘅 OK。已經係曲線地啊，都唔係算曲線嘅，都係直接咁樣咧去影響我哋中國啦嘅經濟各樣嘢啦。因為我哋都有投資喺南美國家，亦都幾多下嘅。OK，我知啊，隊長我明。嗱，如果你一路計嗰個 trend 啦，我當而家嚇美國而家好 aggressive，OK，委內瑞拉、可能古巴、哥倫比亞，甚至乎巴西、智利，即係南美國家先啦。嗰邊就係去到伊朗，即係中東嗰邊。我都要諗一諗點講嚇，因為阿女隊長知道我嘅意思，因為我食飯都同我啲同事分享過我嘅睇法啦。如果美國呢一個所謂嘅強國，你係咁嚼緊呢一啲嘅國家啦嚇，no matter 南美、中東各樣嘢啦，去到一段時間，譬如講緊1-2年後嘅問題嘅話呢，我哋祖國會唔會俾人圍緊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哋咁如果當之後嗰2年後，我當2年先啦嚇，我哋先至開始用一啲嘅軍事嘅力量去對行嘅話，究竟會唔會太遲呢？嗱，我唔知你哋 get 唔 get 到我講乜，大家咀嚼下我諗嘅嘢，因為我呢幾日都有一個咁嘅 mindset 去諗，係無疑我哋中國呢10年入邊喺經濟、喺科技、喺民生、喺軍事都一路向上升緊。What if？ 我再重複一次我嘅睇法啦，我有我嘅睇法㗎，我都想聽到你哋嘅睇法。即係而家唔同咗，今年嗱，我上一年2025年，我冇講過呢樣嘢，我冇講過呢一個睇法俾你哋聽，因為我自己覺得，都係打嘴炮嘅啫，係嘛？但係今年一踏入2026年，而家美國嚼咗委內瑞拉，玩下手會剔埋呢一個嘅伊朗，甚至乎古巴、哥倫比亞等等嘅話，我有啲擔心嘅，係嘛？大家 get 到我講嗱，我唔想話公仔話出場啊嚇，即係大家知我講咩？如果1-2年後，我唔好話1-2年添啊，1年後或者1年內，美國砰砰砰砰砰砰砰take down 咗5-6個國家之後，我哋先至做一個，我哋祖國先做一個軍事對抗，會唔會係一個遲咗嘅一個嘅反應呢？係嘛？你明唔明啊？焗就一定焗㗎啦，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let's put it this way， 美軍有越戰、韓戰
或者其他中東嘅戰爭嘅經驗，但係我哋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實我哋有冇呢個實體，即係 I mean 嗰個係咩？嗰個嘅實質嘅實戰經驗，明唔明啊？嗱，當然我對我哋嘅祖國有信心。嗱，I want to make it clear，我對我哋嘅祖國嘅軍事力量係有信心。但係大家明我講咩啊？即係如果係 head to head，真係有一日，但係 which is 而家我哋譬如 OK， 我哋 double or nothing 嚟一戰。係咪？我哋知道邊個，即係如果我哋嚼佢嘅話，美國一定收皮。而家啊，但係 what if 如果佢而家喺個地理嗰個所謂嘅版圖下，中東可能佢 take down 咗幾個國家，南美 take down 幾個國家，咁你要睇到我哋亞洲嗱，中國唔使講噶啦，一定係同北韓一定同俄羅斯同一陣線啦，因為遠水不流近火，我哋唔可以靠伊朗嗰樣嘢。但係你要歸納睇到就係印度，係嘛？牆頭草 ，right？ 新加坡唔使講噶啦，唔關我事啊，屌你哋搞啊，係嘛？啱啱啊？你澳洲就一定係埋美國堆噶啦，呢個大家都知噶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擔心呢樣嘢㗎。其實我今日同同事食飯啊，唔怕講阿 Queenie 都過咗嚟食飯啦。我都有講過呢樣嘢，大家都 agree，it's possible 有咁嘅可能會發生呢樣嘢。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係我哋祖國軍事實力好強，但係如果係喺嗰邊嘅北美洲，我同你 head to head 打，我一定唔會輸俾你。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你一路當然，我哋嘅外交部有出聲嚇，我哋聯合國，我哋有一啲嘅代表，我哋中國有代表喺聯合國發言去譴責美國嗰樣嘢，只不過係形式上喺外交層面上去指責呢一個國家，但係我驚太遲啫。當然我梗係想我哋嘅國家日益豐盛啦，係咪先？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當如果唔係一個美國對抗你，而可能係美國加契弟去對抗你嘅，可能係 another story 嚟噶咯，第二個故事嚟噶咯，係咪啊？即係我唔係話想話，中國你而家打啦，咁唔係，但係我真係想俾一個 open question 俾大家去分析下，俾大家聽，就係呢一個係我有少少擔心嘅。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嗱，大家知歐盟就唔會落水噶啦。第一，佢窮到窿；第二，基本上唔成氣候；第三，基本上嘅軍事力量亦都係好差。冇錯，Leo，呢個就係我嘅擔心。呢個真係我嘅擔心。我2025年冇講過呢樣嘢，但係2026年只係過咗12日啫。點解 Adam 會有呢個諗法呢？就係因為我哋見到美國嗰個所謂嘅咩主動性啊，佢而家唔係話打嘴炮，即係等於以前早幾個月，其實佢已經開始慢慢滲啦，係嘛？揾一啲嘅無人機去殺咗啲委內瑞拉所謂嘅毒梟，係嘛？毒梟，咁呢個一定係一個 excuse 嚟㗎啦，係嘛？我哋要維持，係嘛？唔會有咁多毒品流入我哋美國，所以我嚼你委內瑞拉，呢個係藉口嚟嘅，大家都知。但係而家今時今日係咪咁呢？因為我睇到美國嗰個 aggressiveness 啊，咩叫 aggressiveness 啊？就係你 take down 咗委內瑞拉之後，可能伊朗之後，可能古巴，可能哥倫比亞等等嘅嘢。如果俾人圍嘅大件事，而家最大嘅問題呢樣嘢，因為我哋亞太區嘅國家，例如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甚至乎泰國啊、越南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比較上唔係話真係
我擺明撐你，我哋撐你中國㗎啦，咁樣係嘛？即係日本、韓國唔使講啦，唔使呢啲唔使諗啦，係咪先？即係澳洲都唔使諗啦，都係舐美國鞋底嘅啫，係咪先？所以你要睇到，如果我哋真係俾人圍剿嘅話，會係點呢？係嘛？即係呢個係 possible 噶嘛？係嘛？即係呢個我冇咩特別意思嘅。OK，台長冇咩特別意思嘅，只不過我忽然之間諗到，因為點解我睇到今年2026年踏入2026年，美國係好 eager 去好 proactive 咁樣去做一啲佢哋之前冇做過嘅嘢。因為我頭先都講過，你有冇諗過一個咁癲嘅一個國家係嘛？飛啲特種部隊過去，攬咗人哋嘅總統，掹埋人哋嘅總統去自己嘅國家受審嘅。我深信近代史嚟講都冇呢樣嘢啦嘛。但係冇人出聲嚇。聯合國都有出過聲，但係冇用㗎，冇意思。好似頭先有人我頭先立過，有人朋友都話聯合國冇 L 用㗎嘛，係嘛？CNTC 就係話台長，祖國還需要時間去鋪設外太空嘅衛星設施。呢個另一個 issue 啦，係嘛？大家都 buy time 㗎啦，CNTC 唔係話一個國家 buy time，每一個國家而家都 buy time。阿 Gary 就話中國係要美國先喐手，主動攻擊中國，先會覺得自己合情合理出手。有時咧，嗱 Gary，我話你聽，嗱我絕對同意你嘅諗法，OK，Gary。嗱，即係我唔係想講啲咩啦嚇，你要成為一個大國，OK，嗱，我哋習近平主席都講咗，我哋係唔會欺負人嘅，我哋唔會因為我大，我舐咗你，然後你跟我揾食，唔係呢樣嘢啊嘛。但係當如果你遇到一個超級大國，我哋都係超級大國啦，係嘛？我哋係咪喺某程度上要顯示一啲嘅實力，例如係軍事實力 ？OK， 嗱，我講到呢一度，大家諗下好唔好啊？啱唔啱啊？即係大家都唔想打仗嘅，呢個大家都好清楚，係嘛？邊個人想打仗？但係有時而家你嘅對手咁主動啊！OK， 咁主動去做一啲嘢嘅話，我哋嘅國策係咪應該要 fine tune 下呢？大家同唔同意先？嗱，我就住呢樣嘢，係嘛？大家同唔同意先？呢個叫先發制人，唔好等到就話喂，而家個個都原來就係跟住美佬揾食嘅，美國揾食嘅，嗰時係會唔會太遲呢？係嘛？啱啊！要諗辦法令到美狗內亂，係嘛？即係有啲嘢就係、其實嗱，即係講緊一樣嘢，就係、譬如委內瑞拉咁，你要睇到成個 run down 就係、當我哋嘅外訪團隊去咗委內瑞拉走之後，第二日就嚼你啦。係嘛？嗱，其實呢一個好似假如話出師有名，其實已經係損害緊我哋祖國嘅利益啦。喂，300億美元啊，2000幾億啊，係嘛？嗱，我唔係話要好戰，我唔係話去鼓吹打仗，但係有時嘅國策要有啲 fine tune，因為你而家嘅對手 aggressive， 你明唔明啊？嗱，呢一番説話我2025年冇講過嘅，大家應該都會知嘅。我冇講過呢樣嘢，我仲話中國做得好好嘅，真係。但係而家今時今日，而家咁 aggressive， 或者已經其實喺曲線，唔好話曲唔曲線啦，係嘛？即係等於大家知㗎啦。啊，我哋祖國喺南美唔知幾多錢，但係喺委內瑞拉已經投資咗300億美元。係嘛？佢哋而家2026年係咁 active 咁樣，係嘛？咁主動咁樣去 take down 啲國家，作為其中一個超級大國。
嗱，我唔係話想 encourage，我唔係想鼓勵我哋中國做世界警察，係嘛？但係我哋一定好似嗱 Billy 哥哥就話啦，福建要準備咯。其實我哋每一個軍區都要準備，呢個我深信，我亦都深信習近平主席嘅眼光或者個思想係啱嘅。但係有時我自己覺得，因為對手改變咗策略啊嘛，你明唔明啊？你話唔係24、25年嘅俄烏戰爭又好，以巴戰爭，我有冇講過呢番説話？我冇。但係而家我睇到嘅就係美國由踏入2026年12日啫，我哋今日1月12號12日啫，成個嘅所謂嘅 strategy， 成個策略改變咗，咁就唔同噶咯喎，係嘛？明唔明啊？即係等於做生意，我哋嘅對手啊，我諗住都係咁樣噶啦，個對手原來唔係我哋做生意個隔離個對手，原來改變咗策略喎。咁我哋公司又要改變策略噶啦嘛，係嘛？啱唔啱啊？阿 Fiona 台長，我認為中國要保持實力。中國現在對台灣好重視，可能為了台灣，所以好多重視考慮。我明嘅，我明嘅。台灣反而我又唔係好擔心，因為隔離街，我話收你就收你，我講過啦，唔會武統嘅。我經濟封鎖你，你已經暈咗喺度啦，台灣省係嘛？呢個寶島。但係調翻轉，我今次我講呢番言論呢，係我睇一個宏觀嘅世界咯。呢個世界你成個嘅 strategy 係完全係。即係美國嗰邊啊，個策略改變咗，咁我哋就要改變翻我哋嘅策略咯。即係呢個係我想帶出嚟嘅嘢嚟嘅啫，其實係 OK。咁啊，大家可以諗下，呢個 open question 嚟㗎，我冇咩任何意思嘅，只不過呢，我忽發奇想，我諗到嘅呢樣嘢呢，我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睇法。如果唔係，你都唔會入嚟睇我做節目啦，係咪啊？啱唔啱啊？OK。大家呢個 open question 都可以諗下㗎。好啦，呢樣嘢頭先我講過委內瑞拉啊，頭先我講過伊朗啦，係咪？原來加拿大都唔差嘅喎，即係我都唔知原來加拿大排第3喎。即係大家知一諗石油又諗中東國家㗎啦嘛，唔會諗咩加拿大㗎嘛。原來發覺到2025年啊，即係以探明嘅石油呢個儲存量啊，加拿大排第3嘅，伊朗排第4嘅，係嘛？咁啊，加拿大原油嘅產量咧排第4，每日咧可以去生產580至588萬桶啊嚇。咁啊，伊朗咧就係排第7或者就係8度啦，就係約莫每日咧就係390至427萬桶啊，呢度。OK。所以你見到其實 Donald Trump 講呢一番説話，針對委內瑞拉、針對伊朗、針對加拿大，係有佢嘅諗法嘅。我都話咯，你唔好叫佢打印度，俾條行羅你咯，屌好閒夾唔送，俾多2條你啊，臭死你啊！話你聽，啱唔啱啊？唔會噶嘛，因為冇利益啊嘛，冇資源啊嘛，冇錢啊嘛。委內瑞拉又有石油，又有黃金，又有 Bitcoin 係嘛？馬杜羅其實基本上有錢到不得了呢個國家。只不過當然我講過，南美國家邊個唔貪㗎？屌，真係講真，你噏得出就得㗎啦。你哋邊一個南美國家唔貪？唔好話咩啦，邊一個國家唔貪應該咁講係咪先？但係都係嗰句啦，喺呢個情況下呢，你要睇到點解 Donald Trump 呢幾日口中都係講緊委內瑞拉、伊朗同呢一個嘅加拿大，好似阿嘉怡話齋出師有命啊嘛！佢而家就係用咗個藉口，委內瑞拉就係啲毒梟，所以 that's why 連個總統都老笠埋。咁啊加拿大又唔使講啦，係嘛？佢 no reason，佢就總之你做我51個州啦。咁大家見到加拿大嘅資源係咁勁嘅。好啦，之後呢就係伊朗，伊朗又係誇張係嘛？即係你要睇到嘅就係佢哋而家佢哋想 take down 嘅國家都係有豐富嘅資源，唔使講，無寶不落地，我時都咁講㗎啦，係嘛？啱唔啱啊？所以呢，其實都緊張㗎，講真，
2026年即係計尺碼又好，或者係計一個所謂嘅是非年都好啦。其實呢，今年都幾大件事嘅，講緊係 OK。咁啊，伊朗講完啦，係唔播啦條片，費事。咁啊呢，之後我哋就開始入題啦，好嘛？就係講緊呢，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呢一個嘅南韓統一教啊嚇。控制日本政壇啦，我都喺陰謀背後講過統一教嘅，咁但係咧就冇牽涉到一個嘅外國嘅，即係佢哋對外國啦，即係日本啦嚇嘅控制啦，政治控制。其實唔係淨係日本嘅，其實美國都係嘅。你真係估唔到啊！你所以咧，所以好多人上嚟，今日就係想睇下、聽下我哋今日呢一個主題。頭先我開頭都想講過啦，就係本來想喺陰謀背後講嘅，但係因為今個星期有 Andrew 上嚟啦，亦都係 C5 啦，所以咧我又唔想攤凍咗。點解呢？我都想講下今次一個嘅統一德教呢，對唔係淨係亞太區，唔係淨係對日本，係對世界嘅影響有幾大。嗱，呢一個呢，其實我諗你哋都未必會知道嘅一個統一教嘅歷史啦嚇，咁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呢一個嘅統一教嘅歷史究竟係點？點解又涉及高市早苗嘅呢？咁樣阿叉媽話台長希望今次你唔會中，我每一次都係講嘅叉媽，我每一次都講我希望每一次都唔想中，但係衰在我個命中率都幾高啊！個命中率都幾高啊！咁阿蘇哥話係咪安倍晉三被殺那個教？應該係啩？係啦，應該係啦，係啦，冇錯。咁我都會講下啦嚇。咁我講講先啦嚇，大家即係溫故知新啦。可能之前呢，我喺陰謀背後都有講過嘅，咁我都講俾大家聽啦。呢一個教是什麼啦嚇？咁啊，今次好笑啊！今次呢點解會爆料呢？一陣間會講啊，就係南韓警方爆料出嚟添啊，仲要係好笑嘅。呢一個係咩呢？就係原來呢統一教啊，全名叫做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咁樣，就係一個叫做文鮮明嘅人。呢個人犀利嘅，講真。喺1954年呢，韓國就創立咗一個基督教系，叫做新興宗教。嗱，大家知道啦，而家有好多利用宗教斂財啦，尤其是基督教有好多分支。嗱，記住，我唔係話每一個基督教都有問題，但係有啲基督教呢係擺明係邪教嚟嘅。咁大家知喺香港都接觸咗一啲咧邪教呢，好恐怖嘅成件事，踢你入會啊，群眾壓力啊，甚至乎斂財啊等等。嗱，你要記住嘅一樣嘢呢，就係呢。日本同韓國其實台長都有同大家去分析過，佢哋呢個嘅人種啊，佢哋呢兩個國家嘅人種，即係南韓同埋呢一個嘅日本呢，點解會咁算叫做宗教狂熱啦？叫做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佢哋嗰個嘅 security 係冇咁高嘅。大家知日本仲衰，日本嘅島國大家都知啊，因為其實佢今朝有酒今朝醉，因為佢都唔知第日會唔會地震又成個國陸沉咁樣各樣嘢啦。因為佢哋呢個係佢哋嘅 mentality 嚟嘅，OK。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所以呢，喺50、60年代呢，好多嘅邪教呢喺日本同埋南韓衍生咗。咁冇一個寄託啊嘛，尤其是佢哋 focus 喺啲咩？失去家庭溫暖嘅人，OK。啱嘅，嘉怡污名化咗基督教㗎，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嘅邪教，譬如摩門教係嘛，或者好似而家我哋今日講嘅統一教咁樣，其實都係用咗一個基督教嘅名義去斂財、去精神虐待、去 mind control，甚至乎去做一啲令到嗰個教主嗰個嘅滿足個教主嗰個性慾等等嘅嘢，OK， 去brainwash 你係嘛？去 mind control 你。嗱，我講翻先啦。咁所以呢，其實呢，佢哋呢一啲嘅教派呢，喺日本同埋南韓呢嗰個活動係比較頻繁嘅。點解？頭先講過，佢哋比較常失去一啲嘅安全感。第二呢，就係對呢個嘅家庭呢冇乜嘅家庭觀念，同埋失去咗家庭嘅溫暖。第三，冇咗自信，或者有啲所謂我哋嘅三無啊、四無嘅人士。嗱，佢哋呢一啲呢，就係正正就係佢哋嘅落手嘅對象。
OK，所以點解開始就係慢慢從一個冇乜人識嘅教派開始慢慢衍生到而家今時今日呢，係100萬至200萬嘅信徒。喂，唔係講笑，100萬至200萬喎，大佬，係嘛？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而家中國打壓嘅法輪功，係嘛？擺明法輪功就係反我哋中國㗎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哋中央已經定性為法輪功係一個邪教，呢個絕對係啱嘅。而家今次呢單嘢都幾好笑，點解呢？南韓政府或者南韓警察揭露翻係關於有一個3000頁嘅文件，而個3000頁嘅文件呢，就係講呢，就係提及咗高市早苗好多次。OK， 咁啊，一陣間先講高市早苗同呢一個嘅教派嘅關係啦。我講一講呢一個，我唔好講呢個，講個創辦人先啦。誒，你去邊度啊？34，呢度。OK， 我講個創，哇，好驚，做咩你唔 lock 嘅？嚇？咁我點解喐到啊？梗係唔係啦，你基本上冇 lock，肯定。唉，唔拗啦。所以呢，喺呢個情況下呢，你要睇到呢一個嘅創辦。有咯，我點會喐到啊？文鮮明自述呢，就喺16歲嘅期間啊，喺復活節前夕呢，就係喺個村後邊有個貓頭山啊，進行一啲嘅徹夜嘅呢個嘅禱告嗰樣嘢啦，即係喺度專噏啦，就係即係咧佢呢就話呢，用咗佢嚟做一個嘅即係去挽，耶穌又話翻俾佢聽，叫做挽救苦難中嘅人類等等嘅嘢。OK， 咁啊，究竟係咪呢？咁即係大家都心中有數啦，係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就慢慢呢，佢呢就開始就進行佢一個洗腦嘅活動，而 which is 呢個洗腦嘅活動呢，犀利啦，真係就係呢一位嘅即係文鮮明啊，真係好勁啊！呢個人就係去做呢一個嘅推行呢一個嘅即係傳愛啦，嗱話就話傳愛啦，係嘛？宣揚和平啦，等等啦。咁啊，呢一位嘅創辦人呢，其實都好老啦啊，因為已經死咗噶啦。其實佢已經啊，咁呢，即係呢，係2012啊，唔係19啊，sorry。喺2012年呢，其實呢已經係動搖噶啦，基本上就已經死咗噶啦，基本上。OK， 咁呢就我放大俾大家睇一睇先啦嚇。好，咁呢一個呢就係1920年出世嘅呢位文鮮明先生啊嚇，就係呢佢嗰個時候呢就係講緊呢，就係2012年呢就過世啦。咁過世之後呢，就係隨之嚟呢，就係佢老婆去擔任啦，所以咧叫 T.M. 咩叫 T.M. 叫真母啊 ，True Mother 叫 T.M. 啊。咁陣間我慢慢講啊嚇。咁就佢呢個人好聰明嘅。咁當然佢喺政治方面啊，喺一啲嘅商業嘅方面啊，各樣嘢呢係一個奇才嚟嘅，亦都係關係網呢打得好好嘅。咁除咗佢呢個教派呢係叫做去信呢一個舊約聖經加埋新約聖經之後呢，佢仲有3本嘅所謂嘅經典嘅，就一本叫和平經，一本叫天聖經，同埋一個叫真父母經咁樣。咁啊，多數頭先我講過啦，佢哋都有好多嘅一啲嘅信眾啦。而最出名嘅嗰個情況呢，就係咩呢？就係3萬幾對新人嗱，呢個真係幾好笑。3萬幾對新人呢，唔識㗎喎，即係可能佢喺唔同嘅教區啊，各樣嘢呢結婚喎。我諗大家應該都有聽過或者睇過呢一個新聞㗎。我俾條片俾大家睇一睇。咁呢個呢，其實都
幾恐怖嘅，真係。即係你自己去諗下，而家你基本上係唔識嘅一個人，就係因為你信呢個教派，係嘛？而係可以同一個唔識嘅人去結婚，即係你覺得係咪有啲匪夷所思呢？係嘛？OK，我哋睇一睇嚇，呢個真係好恐怖啊 Cranny， 即係你係估唔到嗱。所以頭先我講過佢哋嘅民族意識呢，嗱，雖然佢嘅民族意識好強，但係佢入邊咧係空嘅，即係換句説話咧，佢哋失去一啲嘅安全感啦。或者頭先我講過，佢哋呢一啲嘅教派咧，多數都係 focus 係咩啊？一啲嘅失去咗愛啊，冇家庭溫暖啊，或者三無四無嘅人啊等等嘅嘢。OK，咁所以咧，呢一個咧，我俾大家睇一睇，呢一個係一個國內嘅傳媒講得幾好嘅，所以我俾大家睇一睇。当上万对陌生人举行集体婚礼，当钻石项链的购买凭证成为司法证据，当头目被立案调查，统一教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组织，正通过一系列丑闻彻底暴露其邪教本质。2025年5月，统一教因涉巨额司法贿赂被告发。后又爆出统一教向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行贿，导致头目韩鹤子被韩国检方限制出境。2025年7月23日，韩国特检组在搜查位于韩国首尔的总部办公室时，发现了涉嫌赠与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的钻石项链及香奈儿包购买凭证，引发重大丑闻。2025年6月，韩国检方查获了与统一教现任头目韩鹤子涉嫌挪用成员现金在海外赌博的相关证据，最后被立案调查。2025年7月，统一教邪教长达14年的家族财产内讧，最终以3儿子胜诉落幕。如此混乱不堪、疯狂逐利的统一教，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呢？这个早已被我国政府认定为邪教组织的统一教，是由文先明于1954年在韩国创立，原名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后改名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头目文先明自称15岁时看到了上帝，上帝指引他完成在地球上的使命，为人类创造一种无罪的纯洁状态。1960年，40岁的文先明与17岁的韩鹤子结为夫妇，自诩为圣婚。上世纪50、60年代，依靠成员卖力招募新成员的方式，统一教迅速扩张，在短短数年间，从大约100人发展到近万人。2012年，文先明去世后，其妻子与儿子争夺统一教领导权，妻子被迫退出，并另创了一个组织。尽管统一教人数减少了，但现今依然在世界各地活跃。如果说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事件让统一教成为众矢之的，那么2025年韩国检方的连续重拳，则让这个创立已71年的邪教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这場持續了70餘年的神權騙局，正在全球正義力量的審視與圍剿下，顯露出搖搖欲墜的根基。好啦，嗱，你聽到好犀利啦，有埋尹錫悅個老婆嚇，嗱呢啲包包嘅嘢好少啊嘛，幾皮嘢係嘛，咁梗係唔係咁簡單啦。嗱，我俾大家睇一睇一則新聞，你就知道咧，呢個教派幾咁恐怖。佢唔係淨係日本啊咁簡單啊，原來美國都係㗎。OK， 一陣間我慢慢同大家講啦。嗱，當呢一個嘅創辦人啊死咗之後呢，其實呢，佢嗰個嘅老婆叫做韓學子呢，就係開始咧慢慢咧係感染一啲嘅染指啦，唔好話感染，染指韓國嘅政治啦。嗱，佢一路都有嘅，但係咧冇咁厲害嘅。OK， 咁當然尹錫悅當時講緊就係點解會而家俾韓國政府告啦因為大家知道尹錫悅當時喺韓國就係發出呢一個戒嚴令啊，其實咧好多人咧都話咧同統一教有關嘅咁樣。
咁呢個呢，就係韓國媒體嗱，呢一個係上個月即係聖誕啦，2025年12月25號講嘅，就係韓國媒體就話尹錫悅呢曾經呢，就係同統一教嘅頭目私底下會面咁。其實呢，你要睇到佢哋喺80年代啊，呢一個嘅統一教呢，已經喺韓國同埋美國呢，已經有達到80年代喎，你要記住嚇，已經係達到數十億美元嘅資產。80年代啊，唔係而家啊，而家數十億美元都好誇張啦。80年代嘅數十億美元呢，其實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點解佢會咁犀利嘅呢？就係因為佢個老婆，即係頭先一個韓學子呢，開始接管咗呢一個統一教嘅話呢。嗱，應該會講佢第7個仔，佢好鬼多個仔啊 OK， 佢幾生得㗎呢個女人。咁啊，第7個仔好勁，呢個第7個仔亦都係好極端嘅 OK。咁啊，陣間先慢慢講點解有關高市早苗事咧，真係好鬼好笑嘅成件事真係。咁啊，頭先我都講過啦嚇，即係喺一個80年代個時間呢，就係咁多嘅資產嘅話呢，咁開始呢，佢哋覺得呢唔得，呢一啲呢點解佢咁多錢嘅呢？原來發覺到啊，嗱，即係基督教有啲咩十奉一啊，係嘛？大家知嚟嗰個基督徒嘅朋友啊，即係你揾10蚊俾1蚊俾個教會啊咁，佢而家呢個唔係10奉10。哇！你自己諗下，頭先我維基都有講過係100至200萬嘅。如果10奉10嘅話，咁我食屎又唔係，教會 take care of 你 ，no worry。教會會 take care of 你，飲食住行唔係飲食住行，衣食住行，教會會 take care of 你。所以佢揾幾多嗱？記住喎，好多嘅邪教呢都係全部專業人士嚟嘅，去揾好多錢。但係佢哋係揾10蚊就奉獻10蚊俾個邪教。OK。咁咧，我講埋呢一單嘢先啦，尹錫悅呢一單嘢啦。頭先個視頻都有交代到咧，就係佢老婆收到好多啲包包啊、名牌包包啊咁嗰樣嘢啦，係咪？咁點解會係咁嘅呢？因為佢哋想係影響緊呢一個嘅韓國嘅政壇。嗱，大家要知道啊，一樣嘢呢，就係，例如係三星啊、現代啊呢啲嘅大嘅企業呢，其實都有國家嘅支持，即係有講緊南韓政府嘅支持嘅。但係大家亦都要知道呢，南韓嗰個嘅貪污嗰個問題呢係好勁嘅，黑金政治亦都好幾好似台灣咁嘅黑金政治。OK，所以你要睇到嘅佢就係話呢，嗱，呢樣嘢唔到你唔信嘅喎 Vernon， 我話你聽係嘛，即係傻仔先信咯。我哋呢啲咁清晰梗係唔信啦。但係你唔好理，好奇怪嘅，佢哋一啲嘅信徒，尤其是係講緊係一啲嘅專業人士嘅信徒呢，佢係10奉10嘅喎。啊，你唔好理喎，佢又真係唔知點樣去做 mind control 到佢呢，真係五體投地係嘛，兩手奉獻俾一個嘅教主喎，係嘛？所以呢，點解佢喺80年代已經係咁犀利呢？就係全部嘅收入都係開頭係咪都係啲信徒奉獻咗之餘嘅話呢，佢哋有一啲所謂嘅投資顧問啊，嗰時分工好犀利㗎啦，已經就係分工，就係話呢一啲錢愛嚟做一啲嘅投資、物業投資或者係證券投資，係嘛？佢哋分工好細微嘅，每一日都要去佢嗰個教堂，所謂嘅教堂度報道之後呢，就係要同你去講解啊，你有啲咩困難啊，各樣嘢。你自己諗下一樣嘢，多謝阿 Ben 哥哥 ，thank you Ben Lo。你自己諗下，好簡單。我哋而家呢個咁嘅現代嘅社會，點可能會係盲婚啞嫁嘅呢？你唔好理，3萬對新人，係啊，全部奉獻，我唔係講笑嘅，3萬對新人，可能你今日去到呢一個嘅咁嘅 stadium 度結婚。你隔離嘅老公，你今日先見到嘅啫，你先知邊個係你隔離嗰個老公啊？叫做男人嘅話呢，個當日你先知道邊個係你老婆。當然全部都係教徒啦，係嘛？你叫我去，我睬你一傻啦；叫你去都唔會啦，係嘛？啱啱啊？即係你呢個唔係淨係講啊，你要睇到呢個咁嘅虛陷嘅場面，個場面虛陷嘅情況
係知道原來呢一班嘅信徒係咁信奉呢一個教主，係咁信奉呢一個嘅統一教。如果唔係，你唔會將你嘅終身去俾一個你從未謀面嘅男人，或者從未謀面嘅女人，係嘛？嗱，呢個你真係唔好唔服喎，講真，係嘛？甚至乎我唔知個80年代我都有睇下啲日本嘅歌星啊，啲剩嘅，但係我又唔知邊個，連呢一個日本嘅歌星定明星啊，呢個我未真係唔知。呢個女仔叫做，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啦，我唔知啦，叫做櫻田純子啊。OK。咁我頭先講過啦，90年代1992年嘅8月25號，統一教喺南韓嘅首爾奧林匹克運動場咧舉行一場3萬幾人嘅婚禮，而 which is 唔識㗎，你唔好以為哎呀我見過你面啊都 OK 啊，同你結婚咁樣，唔係啊，未見過面㗎，3萬幾人，即係15000對新人，即係阿滔滔都係好恐怖，係好瘋狂啊成件事。係嘛？佢話婚禮上，當年日本當紅嘅偶像，我諗歌星嘅話，叫櫻田純子，喺教主文鮮明嘅指定之下，同一個極其普通嘅韓國職員結為連理。喂，呢啲歌星啦，係嘛？即係你咁樣，你都信嘅喎，真係唔係講笑喎。所以呢，我想帶出嚟俾大家就係話，呢一個嘅教派係滲到嗰啲嘅信奉嘅人啦嚇，係幾咁五體投地，係直頭係完全係諗起方力申太太係啊 OK， 即係你諗下，即係嗰個所謂嘅教主啦，係嘛？即係講緊為咗一啲嘅私欲嚇，可能喺性方面嘅私欲，甚至乎可能喺金錢方面嘅私欲，可能甚至乎喺用一啲嘅所謂嘅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去滲透一啲嘅商業機構，滲透喺咩國家嘅政治層面度。係咪啊 Gary？ 你都今時今日啊，雖然係90年代啊，你都唔會係盲盒婚姻啦，係嘛？盲婚啞嫁邊有可能嘅啫？你隔離個老公唔知係邊個喎，當日你先知喎；你隔離個老婆唔知係邊個，你當日先知喎。你會唔會咁傻？係嘛？但係佢哋好開心喎，即係佢覺得啊，我係奉主嘅名義去做呢件事，係嘛？咁啊，俾大家睇一睇呢一單新聞。我講一單新聞先，講高士祖苗啦。我真係俾大家睇下呢，究竟啊呢一個嘅所謂嘅邪教呢，啊唔係所謂，肯定係邪教，點解會咁樣啊 ？OK， 咁佢呢度啦，根據韓國嘅媒體報道話，教會啊喺韓國有13個分支，高達16億美元。嗰時係2001年啊嚇，01年啫。高達16億美元，佢話咧金基勳也確定咗一個數字，因為可能嗰時係個政府嘅一個嘅要員啦。教會自稱世界有300萬個信徒，美國本土已經有10萬啦。學者亦都持呢個懷疑嘅態度。咁呢就係弗吉尼亞州嘅聯邦大學嘅社會學系嘅教授啊，大衛布羅姆里就話啦，統一教喺商業經營呢一點呢，比招募嘅教徒更加成功。嗱，呢個就係佢老婆啦嚇。嗰時佢未死㗎嚇，嗰個教主講緊係 OK。咁你就要睇到呢，就係成件事幾咁恐怖。佢仲有講喎，呢一度仲恐怖，個教主講啊。我諗你睇完之後呢，你會對統一教呢係側目啊。點解咁講呢？話俾大家睇一睇 ，share 下啦嚇。大家如果覺得有興趣嘅話，俾多啲人睇下啦。就係講緊啦，佢自己講㗎。
就係講緊咩呢？即係文鮮明講嘅呢樣嘢嚇，佢就話啦，如果我哋喺呢度能夠掌握至少7個國家，例如係咩啊？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蘇聯、韓國、日本嘅話，即係最少7個國家嘅話呢，佢話我基本上就可以統一世界。喺1975年啊，文鮮明咧喺日本創辦咗一個叫《世界日報》Shinkan Nippo 呢一個嘅即係報紙啦。隔年呢，統一教咧喺美國咧紐約咧就創辦咗一個新聞世界 The News World。1985年咧推出咗一個叫全國性嘅雜誌叫《洞察 Insight》。1989年咧，文鮮明咧喺韓國亦都創辦咗一個叫《世界日報》。1989年咧，統一教咧下屬嘅公司收購咗屬下嘅公司啦，我打錯，就係全國嘅有線頻道啊。所以你要見到咧，每一啲嘅名人又好，邪教又好咧，都係會咩啊？選擇去控制媒體。你話媒體係幾緊要呢？咁樣好啦，咁啊，大家咧開始咧就要慢慢 focus 喺安倍晉三啦。大家知道啦嚇，因為中國亦都唔中意安倍晉三，因為咧佢都係鼓吹呢一個嘅極右派嘅勢力，即係軍國主義嘅抬頭。原來發覺到咧，安倍啊呢個人呢，又當然係死 L 咗啦。安倍晉三呢個人呢，其實咧同我哋今晚講嘅統一教呢，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安倍晉三為何出現喺統一教嘅活動嘅影片中？教主同埋日本嘅右翼勢力之間呢，有長期嘅交情。嗱，問題就嚟啦，點解高市早苗咁大言不慚？有啲人喺度諗緊啊！嗱，即係其實呢，我今日嘅主題呢，係同2-3個星期我講高市早苗呢係有一啲嘅關係嘅。點解咁大膽呢？有啲人話我美國 back up 佢，咁點解美國又會 back up 佢呢？其實最主要 back up 佢嘅話呢，係錢，係統一教。OK， 嗱，應該我慢慢講，你哋就知嘅啦。好啦，咁你就會諗啦，安倍晉三咁當然啦，即係佢都有即係提及過去參拜靖國神社啦。大家知啦，即係我哋南韓政府好，或者我哋嘅中央政府都最唔想睇到嘅嘢啦，因為係代表緊呢個嘅軍國主義嘅抬頭，呢個大家都好明㗎啦，係咪先？咁亦都係2次世界大戰呢，其實佢因為戰敗國，所以佢唔可以擁有自己嘅軍隊，只係得呢一個嘅自衛隊。咁我哋呢時間呢，就要推返到去安倍晉三被殺嗰日啦。OK。好啦，咁當然有啲個媒體就開始抹黑啦，就係話哦呢個人傻嘅，或者呢個人點點點嘅。咁呢經過一番嘅查問呢，或者係查詢呢，調查之後呢，原來呢一位嘅山上徹也，即係呢一位就係講緊係行刺安倍晉三嘅一位嘅年青人呢，點解呢？係咪呢個係其實真係悲歌嚟嘅？原來發覺到。佢落口供嘅時間，佢講啦，點解佢會作出一個咁愚蠢嘅行為？佢知道係做得好唔啱，但係原來發覺到佢媽咪啊係呢個嘅統一教嘅忠實嘅教徒，忠實嘅教徒，佢連佢同佢阿妹都冇飯食，佢個媽都寧願俾晒啲錢去俾呢一個嘅教派，所以繼而呢，就係令到呢一個嘅青年呢。係好憎呢個教派，咁當然佢喺網上亦都睇好多嘅消息啦。佢呢度都有寫啦，沉迷統一教安倍槍擊案嘅兇手嘅母親仍係教徒，仲唔係淨係教徒咁簡單，一個狂熱者。出庭揭入教過程同埋捐上億啊！即係換句説話，佢阿媽嘅家當，佢阿媽嘅收入，全部奉獻晒俾一個嘅統一教。當然做仔嘅，喂，我同我妹連飯都冇得食喎，你而家仲奉獻晒俾一個嘅邪教咁，所以呢，佢把心一橫，就係當日呢，喺呢一個奈良啊就係喺呢個嘅安倍晉三去做一個嘅講解講述或者一個嘅 speech 個時間呢，就係去做一個嘅行刺，所以一位嘅年青人叫山上徹也供稱啊，其母親向教會捐獻巨額嘅資金，導致家庭破裂，對教會心生怨恨。
將矛頭直指向呢個教會有關聯嘅安倍晉三。呢個係悲歌嚟嘅，其實真嘅。即係你自己 imagine 下，如果你係一個年青人嘅時間，你知道你媽咪係將你媽咪嘅全部嘅身家去奉獻一個教會，而令到你屋企冇飯開嘅話，你點諗呢？係嘛？你又點諗呢？所以佢就即係諗到一個行食嘅方法，係令到安倍晉三殺咗佢，殺咗安倍晉三。點解？因為喺網上嘅消息呢，就係話呢，安倍晉三呢同呢一個嘅，即係佢又唔會飛去南韓去行食嗰個教主嘅。咁但係亦都即係俾知道呢，其實喺佢嘅心目中呢，講緊佢幾憎恨呢一個教派，亦都知道安倍晉三同統一教嗰個關係好密切，所以咧佢行食安倍晉三。所以佢呢度都有寫啦，就係統一教係一個整合咗宗教、商業嘅財團、媒體勢力、政治勢力嘅超級利益集團，好犀利。所以今次呢一單咧係一單悲劇嚟嘅，其實真係講真，即係我唔係話呢個年青人做得啱，殺人一定唔啱啦。但係殺人嘅動機其實係一個悲劇嚟嘅，係嘛？呢個可能係一個大好嘅青年，就係因為佢忍唔到佢媽咪將全部嘅家當係奉獻晒俾教會，令到佢媽咪令到佢個妹同佢都冇飯開，搞到家庭決裂，所以呢，即係去做一個咁嘅念頭，一個殺人嘅念頭等等。OK， 好啦。咁我想講呢樣嘢呢，我諗你呢一幅相呢，我諗你都應該係嘩然嘅。OK， 嗱，我陣間先講佢嗰個 TM 呢，叫 True Mother 叫做，就係因為即係個教主死咗啦，就有一個 True Mother 真母親嘅出現啦，就係佢老婆啦。OK， 但係你唔好理係嘛？即係依啲嘅教派呢，譬如好似好簡單啊！你話喂，淨係咪影響頭先台長咪講嘅？係咪淨係影響我哋亞洲，或者甚至乎咪淨係影響日本同韓國呢？ Sorry， 唔係。你睇下呢度，呢啲係白種人嚟，白種人。仲有咩啊？揸 AR-15步槍。哇！即係我睇咗之後，我即刻哇頂，唔係啊嘛，咁犀利嘅。佢話一個典禮上統一教咧穿着一個嘅韓服啦，風味嘅改良過嘅宗教嘅服飾即係個手度咧全部都係武裝子彈嘅 AR-15步槍。咁喺一個嘅美國嘅賓州紐芬蘭Newfoundland嘅世界和平統一聖所 World Peace and Unifications Sanctuary， 咁呢一個呢，就係叫做聖所教堂。OK， 就係舉行一個好似頭先我講嘅喺南韓做一個3萬人嘅交換結婚誓約嘅慶典啦等等嘅嘢，你自己睇下。美國喺再癲啲嘅咩呢？我話俾大家聽，所以點解同 Donald Trump 都有關係？嗱，如果我唔講，你哋真係唔知，你以為真係糖水滾糖魚，淨係日本同南韓，唔係嘅，真係冇做圖㗎嗰啲講緊係呢個係咩？就係講緊呢統一教嘅資產係一個謎。頭先我講過係嘛？根據華盛頓日報1984年嘅報導，即係80年代80年代嘅統一教個收入已經過億美元。80年代仲有僅喺呢一個嘅華盛頓地區嘅企業物業嘅資產已經係超過2億美元，唔係今時今日2億，係80年代嘅2億。咁你諗下，佢話根據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0年分析呢，統一教淨係喺韓國本土嘅土地資產已經係總值係10億美元。90年代，OK， 呢個仲勁。
OK， 喺2021年9月12號係嘛 ，Donald Trump 喺世界和平聯合會簡稱 UPF 嘅舉辦嘅第7屆希望集會啊，呢個嘅 Relay of Hope 啊嘅發表呢個嘅視頻嘅講話，咁你自己諗下佢哋有冇關係啊？ Donald Trump 你可以睇噶，有一個叫 Peace Link TV， 你哋可以去 check 下噶啊。好啦，咁頭先我講過啦，係嘛？即係點解會係咁呢？係嘛？即係你要睇到嘅就係佢哋嗰個 brainwash 嘅程度係可以去到咁樣嘅，咁樣嘅可以去到睇圖得噶啦，我讀俾大家聽。咁樣嘅，仲要揸住槍喎嚇！賓州統一教啊，哇！真係好中意個名啊！這一活動嘅記者係文亨俊，等陣間都會講嘅。已故嘅總統就係文鮮明啦。頭先我講過佢 N 咁多仔，個第7個仔。佢話自稱呢係彌賽亞救主，唉，真係救命啊！真係。該組織就話啦，佢哋咧未婚夫婦嘅舉行呢個婚禮，即係頭先喺南韓嘅奧林匹克體育館嗰個嘅婚禮都一樣啦。佢話意味着咧結婚咧具有捍衛自己嘅家庭、社區同埋上帝嘅國家嘅能力，更令感到驚慄嘅就係咩呢？就係該組織嘅信徒都係首領視為救世主。哇！屌我真係〜我今次呢，我做今集嘅節目呢，我睇完之後呢，我真係苦笑啊，唔係大笑，係苦笑。點解呢？陣間話俾你哋聽點解。好啦，頭先我咪講過一個人叫做文亨俊啊，唔係文俊亨啊，賓州統一啦，冇錯啦。我中意呢個名。有冇啲熟口面喺度有？其實我今日呢，我睇多幾次呢張相，係咪有啲熟口面啊？呢個人？我唔知啊，可能我睇呢啲變態嘢多啦。有時我間唔中都會睇一啲古靈精怪嘢。佢呢一個呢，就係第7個仔，OK 得唔得？文鮮明嘅第7個仔叫文亨俊，佢係自己叫做國王。佢帶嗰啲係嗰啲 bullet 嚟嘅，嗰啲子彈嚟嘅，其實 OK。咁呢一個重點，呢一個呢。就係真係以武立教啊！呢一個呢係非常之激進嘅。OK，佢永遠呢都係覺得呢，用武力去征服一啲嘅反對佢哋嘅人。OK， 呢一個就叫文亨俊，因為佢老婆。OK， 咁啊。佢就 set up 咗第2個嘅教派，叫聖殿會。仲堅，我讀一讀俾大家聽。即係佢而家呢，即係等於即係一個富豪，一個王國啊，佢唔做啦，佢自己去起爐做，即係等於阿李澤楷咁樣啊，做咗電訊盈科咁樣。佢呢度寫咩呢？就係另一方面啊，袁振聲話呢。佢喺2008年從父親文鮮明嘅手中有第2個仔啦，呢個嚇就創立咗一個叫世界和平統一旨，叫聖殿會，一個提倡建立新國家嘅宗教組織，即係呢，又係定性為邪教嗰啲啦嚇，又係自己有自己嘅國家嗰樣嘢啦。佢對韓學子嘅領導統一啦猛烈批評，即係佢阿媽韓學子啊，講緊雙方呢仍然在交鋒嘅。咁啊〜袁增亦都係稱佢為呢一個叫肖恩牧師啊，繼續喺美國嘅活動。雖然呢，佢以統一教會嘅神學原理為教義，但係佢以其強烈嘅政治觀點而聞名。佢係好極端嘅，仲要係嘛？咁呢，呢一個嘅袁增特別呢係視共產主義同埋社會主義呢為撒旦，即係敵人。即係咧，佢係好憎呢一個嘅共產同埋社會主義嘅，並透過對美國嘅保守派嘅政治團體呢，
堅定支持而獲得大量嘅支持啊嚇。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全部都老千一定係㗎啦。咁但係咧，因為佢係受美國教育咧，所以咧佢係好憎咩咧？好憎呢一個嘅共產主義同埋社會主義嘅。所以你會見到咧，佢每一次咧做演説嘅時候咧，後邊咧一定有美國旗嘅。OK， 唔好睇啊，傻嘅話你聽，睇嗰啲真係傻㗎，唔係講笑。即係佢有好多信徒喎，又係即係可能當然啦，會因為佢爹哋個問題啦，因為統一教佢爹哋創立㗎啦。佢亦都即係做咗第二個教派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喺呢一個嘅做一個演説嘅時間咧，係特別咧係對共產啊或者係一啲嘅社會主義國家咧係進行批評嘅，甚至乎用武力嘅添。佢咁講啊嚇。咁啊最近一次咧就係2024年咧都有媒體有報導過嘅，報導過啲咩咧？即係一個咧我哋即係香港嘅媒體都有報導過。呢啲係極恐怖、極危險嘅組織嚟嘅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呢啲人啊。佢話相信啊，上帝咧選擇咗 Donald Trump 嘅人，等於國之近。我唔知咩意思啊。咁咧佢就講啦，耶穌召喚我哋成為普川因為 Donald Trump 嘅手同腳，拒絕成為撒旦嘅手同腳。10月中咧，佢就前往呢一個嘅美國嘅東部賓州嘅格里利市嘅聖殿教會舉行一個嘅聖殿啦或者節日嘅喜慶日子啦。喺嗰度咧，佢就話咧，教會領袖文亨鎮即係佢啦就係帶著一個呢個嘅箍住子彈嘅皇冠，手持一把金色嘅槍，呼籲民眾支持前總統 Donald Trump參加呢一個嘅總統大選係嘛？文亨鎮呢亦都係前統一教創會人嘅文鮮明嘅第7個仔，頭先講過啦。亦都當地咧被稱為國王咁樣，都似㗎，俾佢聽都似㗎。所以你要睇到成件事就係點解嗱？我要拉翻嚟俾大家啦。咁我開始講高士祖苗啊。點解我會講咁多嘅背景俾大家聽呢？呢一個嘅邪教同已經係根深蒂固咗喺韓國嘅，呢個第一。第二，佢全球嘅分支有好多個嘅。頭先都講過啦，100至200萬都唔止，可能300萬。咁佢同美國嘅關係好好啦。Donald Trump 亦都係喺幾年前2021年呢，亦都係做咗一條視頻俾佢哋。咁所以你諗下，係咪有啲環環緊扣嗰個感覺啊？OK， 好啦。咁我哋又開始講今日嘅主題咯嚇。台長，你而家先今日講嘅，而家今日嘅主題係啊，因為今日嘅主題係講高士祖苗啊嘛，係嘛？今集非常快，多謝你啦。咁呢嚟咯又好嘛？咁呢頭先我講過嗱，呢單嘢呢唔係日本傳媒爆出嚟，呢單好好笑嘅呢單嘢。呢一單嘢呢，原來呢韓國警方都花咗好幾年嘅時間呢。就係揾到一啲嘅重要嘅資料，關於統一教喺韓國嘅活動嘅。本來想係講呢樣嘢嘅啫，但係呢，呢一個資料傳咗出嚟之後呢，就有人睇到呢3000頁嘅文件入邊呢，高士祖苗呢個名呢係出現咗30幾次。咁啊啲人就覺得，咦，有料到喎，咩事呢？咁樣原來呢。嗰個嘅佢老婆而家執政啦因為死咗啦嘛，個教主。咁呢，原來發覺到啊，自民黨啊，即係日本自民黨啊，講緊高士祖苗呢，已經係即係同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我又唔記得咗叫咩名，學咩咧？等下先啦，等我揾一揾先啊，揾一揾佢韓學子係啦，就係呢一個就係韓學子咧。原來咧佢已經買通咗咧自民黨嘅人，即係咧收受咗好多嘅利益啦。就係咧點解嗱？你要記住，新聞都有講過係嘛？而家高士祖苗咧就係開始再去解散國會，再選過，因為佢嗰個民調顯示咧
佢係打鐵趁熱啦，有70幾個%支持率，係好癲㗎，70幾個%好癲㗎。因為大家知道日本嘅首相係短命種嚟㗎嘛，大家都知㗎啦。有時誇張到幾個月嚟換一次，一兩年嚟換一次，最多都係譬如小泉純一郎嗰啲算做得耐㗎啦，係嘛？安倍晉三嗰啲算做得耐㗎啦。我話你聽，原來已經買通咗佢哋，就係講緊呢，就係呢，係要求高市早苗係繼續擔任呢一個嘅日本首相。所以嗱，你要睇到點解高市係毫不畏懼，或者係完全唔驚你，就係佢發現而家言論就係講緊令到我哋中央係大為震怒呢，就係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佢基本上都唔驚你。第一，佢有美國嘅 backup；第二，佢有統一教嘅 backup；佢有錢財嘅 backup 等等嘅嘢。所以呢，喺呢個情況下，你就要睇到呢，佢係真係好癲嘅。OK，咁啊，日本嘅我俾大家睇啦，雖然大家未必識日文啦，俾大家睇一睇。日本其實都有報導呢件事㗎嚇，唔係淨係我哋講啊嚇。日本都有講過嘅呢件事，就係講緊呢，即係高市呢，就係一個嘅即係執行呢個執政大權啦。佢自民黨係有290嘅人啊，都係去擁護呢一個嘅高市早苗。咁點解會係咁啊？或者點解會係咁？所以你要見到新聞就係即時去解散國會啊，唔係即時咧，好似今個月嘅20零號咁樣啦，去再重新選過啊嘛。佢基本上都唔驚你，因為佢有民調係講緊係70幾個%。所以你要睇到嘅就係其實而家成個政治，我今晚唔係淨係講邪教咁簡單，因為呢一個嘅統一教已經係掌握咗好多嘅美國、歐洲、日本同埋韓國嘅一啲嘅所謂嘅影響力、金錢嘅影響力、政治嘅影響力夠㗎啦，係嘛？你仲想點呢？係咪先啱啱啊？所以呢，解散眾議院呢係好快嘅事嚟㗎啦。OK，呢度都有講過，就係呢，唔知1月幾多號呢再選啦，因為佢而家打鐵趁熱，因為佢個民調一路都係領先，即係唔係領先啦，佢冇對手。一路都係高企嘅70幾個%，所以咧應該 suppose 咧就即係我 cap 咗一套啦，有個 YouTube 都有講緊高市早苗，即係點解解散眾議院啊等等嘅嘢啊咁啦。咁所以咧就而家你哋會睇到咧呢一個嘅邪教係嘛？你即係可能嗱，我用 Google 去 search 咧，你就要睇到咧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嚟嘅。點解？咩意思啊？睇下上邊嗰個 heading，我用 keyword 嚟 search 咧，統一教3000頁嘅文件曝光，支持290個自民黨黨員啊，高市早苗被提及32次，290曾經支持290嘅自民黨黨員，係好誇張嘅一件事嚟嘅，就係咩啊？錢咯，你冇錢你點做啊咩？係話政治獻金咯，係嘛？你冇政治獻金，你做乜都冇用。所以你要睇到成件事就係統一教呢，原來喺呢幾十年入邊呢，扎根咗喺美國、歐洲、韓國同埋日本。所以今次亦都有啲人即係我都有講過嘅嚇，點解？哇喺肯定美國 back up 佢啦，或者成啦。當然美國係 back up 佢係事實嚟嘅。咁除咗美國 back up 佢之外呢，原來發覺到呢一個邪教亦都係俾咗好多資源。即係咩意思啊？就係話我會推你上去，你唔好理我用咩方法。即係講緊統一教同高市講，我會推你上去。你上咗去之後呢，麻煩你照顧我哋呢一班人，明唔明啊？大家即係呢啲一定係叫做咩啊？互利互惠啦，唔使講啦，係嘛？啱唔啱啊？所以呢，點解高市咁點講啊？點解高市呢咁高調咁樣呢？唔驚中日關係，
咁當然啦，大家知道今日呢，即係日元都係跌緊啦，係咪先？佢 she doesn't care， 佢唔理嘅，係嘛？中日關係高市早苗批華加強對日出口管制就不可容忍啦。佢話咁啊，高市內閣支持度呢係升咗7至8成啊，7成8啊！你諗下不跌反升呢一個情況，你話幾恐怖？即係你就要睇到啊嚇！哦，原來2月大選啊，唔係1月啊。OK， 我 show 俾大家睇。OK， 講錯咗，呢個係原來係2月嘅大選嚟。日本媒體報道，高市考慮近期解散眾議院。OK， 呢一個係今日嘅唔係前日10號前日嘅新聞嚟嘅，就係2月大選。佢唔驚啊？點解？因為個個都支持佢，有咩所謂啫？係嘛？佢唔 care 嘅，講緊。所以你要睇到呢個邪教嗰個嘅威力，可以衍生到連 Donald Trump 都同佢站台去講緊一啲嘅 speech 嘅嘢。第二，亦都你估都估唔到一個南韓嘅一個嘅邪教統一教可以影響到日本政壇咁深遠。嗱，呢一個唔係淨係高市早苗嘅問題，因為你要睇到嘅就係由安倍晉三開始。頭先我都俾咗一啲嘅新聞俾大家睇啦，就係連安倍晉三開始已經同統一教嗰個關係甚為密切，亦都係想大家都同一個目的，就係想咩就係掀起呢一個右翼嘅勢力崛起。所以你就要睇到呢成件事係幾咁可怕。咁今次呢一單嘢其實係對呢一個嘅世界嘅衝擊又好大。點解啊？因為頭先我講過佢嘅第7仔其實有好多個仔嘅，就係分別喺唔同嘅支部，甚至乎呢佢自己自立門戶去做一啲嘅所謂嘅邪教。而好奇怪地呢，我真係唔明會唔會佢一老豆嘅問題嗰樣嘢，佢哋都係擁有好數百萬嘅信眾喺遍佈世界各地。嗱，大家要諗下，嗱，點解我哋中央政府點解咁大力打壓呢一個法輪功？呢個大家知，即係如果係令到佢掀起嘅話呢，好恐怖。嗱，what if 佢有一啲其實佢有錢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點解有一啲嘅國家都會借助啲？大家要諗下一樣嘢。嗱，美國梗係唔需要啦，係咪？但係日本佢只係有自衛隊嘅啫。但係如果係滲入咗一啲嘅邪教，例如我哋今晚講嘅統一教嘅話，佢哋又有錢，佢哋又可以喺地下市場或者黑市市場買武器嘅話，亦都令到日本嘅右翼勢力崛起嘅，咁會點呢？嗱，呢一個就係我重點想今晚帶出嚟嘅，俾大家去諗下。係啊，日本係唔可以有軍隊啊。咁當然大家知道好多屆嘅首相，好多任嘅首相都係借道義咁樣去靖國神社參拜啦，令到軍國主義抬頭啦，係咪？高市早苗亦都唔例外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話真係 fully execute 嘅話，去實行嘅話，究竟我要錢㗎？我要 expand 我軍隊都要錢㗎，唔緊要。呢啲邪教就係有錢到飛起。咁你諗下，如果日本嘅崛起或者日本嘅右翼勢力崛起嘅話，加埋呢一啲嘅邪教去幫佢一把，你估會點啊？啦，你 you never know。而家我哋認知嘅嗱，我頭先我講嘅就係300萬個信徒，究竟全球有幾多信徒冇人知嘅？即係邪教你都知道佢傻㗎嘛，係嘛？你都可以盲分啞嫁嘅，你有啲乜嘢做唔出啫？你連你自己嘅前途、你自己嘅一生，你都可以交託俾教會嘅，即係呢個邪教嘅，你有啲咩做唔出呢？係嘛？如果個教會話我哋要捍衛我哋嘅教會，或者我哋要捍衛一啲嘅國家嘅一啲嘅教派，或者我哋要捍衛日本嘅右翼勢力嘅，
等於我一路時都咁講噶，係嘛？以前嘅麻原彰晃奧姆真理教，咪就係一班人，一班嘅所謂嘅專業人士去做一啲嘅沙林毒氣啊、恐怖襲擊，可能有呢啲咁嘅嘢嘅喎，係嘛？無差別殺人啊，嗰樣嘢，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嚟嘅，唔係淨係你要睇個政府，政府必然要睇。但係除咗政府之外，原來而家我哋今晚講嘅邪教都係有一個，即係佢有個 role 喺度啊，係咪啊？佢有個角色喺度，而 which is 呢個角色我哋係不容忽視嘅角色，因為呢一啲嘅邪教有人，呢啲嘅邪教有錢，呢啲嘅邪教你要見到啊，個個都揸住支槍嘅，有武器，所以你話有啲國家驚唔驚？點會唔驚啫？係嘛？你同我都係一樣，都驚啊嘛。所以你要睇嘅就係話，如果你要嗰個所謂嘅邪教要 support 某一個嘅右翼分子又好，或者一個政黨又好，佢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去做一啲恐襲，等於奧姆真理教咪就係咁咯。點解佢要殺日本人嚟喎？日本人殺日本人喎，係嘛？大家知道啦，好出名啦，喺地鐵放沙林毒氣係嘛？點解佢要咁做啊？自己人嚟嘅喎，就係因為可能個教主叫咁做咯，要捍衛嘅教義，捍衛嘅邪教咯，係咪先？所以你要睇到呢，即係要小心咯，大家係不堪設想㗎。你講得啱啊，滔滔，即係我哋香港比較好啲，即係你話香港有冇邪教？點會冇啊？但係佢哋會唔會咁公然咁樣去咁高調咁樣去實行佢哋嘅教義呢？我又唔覺得。但係你話係咪冇呢？又唔係冇。但係呢一啲嘅極端嘅教派，即係頭先我即係講過今晚講嘅統一教，就係佢哋好即係誇張在咩？在咩？有錢有人有武器啊嘛，係嘛？90年代都係講緊已經幾十億美元啦。咁你何況想而知，而家今時今日呢一啲嘅所謂嘅邪教有幾多錢呢？係嘛？隱藏的就係邪教是不會覺得邪，因為倫理價值觀會覺得超然。即係呢啲就真係離晒譜喎，真係啊！即係同亂倫真係冇乜分別，講緊係嘛？啱啱啊！即係等於頭先都有朋友講話方力申嘅太太係嘛？即係 Netflix 都有做嗰個 documentary， 都有講過佢點樣去俾邪教啊，點樣去做邪教一啲嘅性奴啊，或者係滿足呢一個嘅教主嗰個嘅需要啊等等啊，淪為一個嘅性發泄工具啦，可以咁講。呢啲就係一己嘅私慾係嘛？呢啲真係冰山一角嘅啫。所以其實就係話咩啊？兩兩話何老千信邪教，佢梗係唔係啦。我話你聽，佢自己咩教佢都未知，話你聽佢信，話你聽傻呢啲友。所以你要睇到咧，其實即係我今集我睇完啲資料咧，我都即係嘆一口氣。所以點解有咁多恐襲？其實歐洲又好啦，即係我哋全世界都好啦嚇。點解有咁多恐襲？其實係咪關於一啲嘅宗教問題，或者係啲嘅思想行為嘅事呢？可能有機會都係關於一啲嘅邪教嘅 issue 都唔出奇。所以你永遠都唔知嘅，真係講真。但係今次我哋講嘅統一教呢，其實佢哋個勢力已經係伸展到去美加啊、歐洲啊、亞洲都唔使講啦。好多人都話其實統一教香港都有分支嘅，其實有教派嘅香港，即係有信徒嘅其實 OK。咁但係可能佢哋就冇南韓或者日本嗰啲人咁猖狂係嘛？咁樣做嘅啫。但係我自己覺得都唔可以睇少咯，真係係嘛？好，我哋刪翻呢一個先，黑掹掹，我覺得好鬼核突啊！OK，咁所以呢，今集呢，我諗大家都好清晰啦，好清晰呢，就係原來呢，有啲係國家嘅政治啊，除咗係國家層面之外呢，都有邪教嘅層面去衍生出嚟，即係大家可能真係唔知啊！阿煙青就話
邪教喺香港好積極，傳教正過傳統教係嘛？呢個我唔知啊，真係。Vernon 話黑暴嗰陣啲邪教就現晒形，咁啊係。阿貓阿狗就係過去好多戰爭都係因為宗教而起，咁呢個亦都係啦。尤其是中東伊斯蘭國都係一樣啦，係嘛？聖戰啊嘛，係嘛？大家知。咁啊，Sally 話咩？世界已經變到道德淪亡，係真係呢個好誇張嘅成件事，唔係淨係道德淪亡咁簡單啊，係講緊呢，佢哋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總之，好似頭先嗰位七仔啊，第七個仔係嘛？佢係反對社會主義同埋呢一個嘅共產主義嘅。咁呢個咪就係一啲嘅俾一啲嘅西方國家荼毒咗咯，係嘛？大家都知啊。阿 Winnie 話人沒有了性，真是什麼都什麼都不是係嘛？他們只見到權力金錢，真係人恐怖過鬼，真係絕對係阿 Winnie。所以大家要放開眼光，即係如果有啲嘅恐襲啊，或者各樣嘢呢，即係等於你而家中東嘅國家都係㗎，係嘛？你譬如炸彈恐襲，或者係即係着住啲背心孭住啲炸彈，一撳個掣，成個人都爆咗。咁呢啲其實都係一種，其實嘅都係一啲嘅 mind control，即係佢哋時都話啊，即係真神阿拉係嘛，去為阿拉而戰，佢哋叫聖戰。咁呢個邪教其實都係一樣，就係話為咗個教派，佢可以將佢全副嘅身家奉獻又好，甚至乎將佢生命嘅奉獻都會有。所以呢，今集呢，我希望大家都會有所得着。點解高市早苗咁高調咁樣係嘛？而家到而家今時今日呢一秒鐘，佢都好似未為佢嘅言論去收翻佢嘅言論，或者係未為佢嘅言論而道歉咯。一定唔會㗎啦，冇㗎啦，基本上。所以呢，你會見到呢，而家日本嘅政壇呢已經唔係日本嘅政壇嚟㗎啦。今日帶出嚟嘅就係日本嘅政壇呢已經係淪為一個嘅南韓邪教所控制嘅。得頭先我做重點呢樣嘢講一樣嘢，我捧得你上去，即係嗰個邪教同高市講，我捧得你上去，你上咗去之後呢，你就要照顧我哋啲所謂嘅會員，即係統一教嘅會員。所以大家都係環環緊扣，互相利用嘅啫，係嘛？呢個大家都知㗎啦。OK， 好啦，咁哇，唔覺又9點10分咁快嘅啲時間。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嘅收睇。我覺得今集呢其實係嘛，就台灣有地震啊，咁即係咯，即係呢排嘅地震嗰個頻密嘅情況亦都好多好大。OK， 咁希望今日大家都有所得着啦，咁樣。咁聽日呢就有阿 Dr. Chan 啊。點解有 Dr. Chan？ 梗係有 promotion 㗎啦，大家記得留意。咁當然啦，8點鐘有我同阿 Lisbon 嘅講下一啲嘅政治先，講下啲民生嘢。OK， 其實我都有啲嘢要講嘅，聽日留低聽日講。OK， 咁聽日我講完之後呢，就到阿 Dr. Chan。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可以隨時喺 chat room 度去同大家去問佢、去諮詢佢咁樣啦。OK， 好，我哋嘅時間差唔多，我哋到聽日約定大家8點鐘嘅星匯健康館見。Thank you. Good night. Bye bye.